第二季度啦，即係我哋啱啱開始嘅第二季度，即係7月到9月啦。我哋咧會喺今個季度以招標嘅方式咧推出一幅位於九龍何文田佛光街嘅中小型住宅用地，預計可以提供大約250個單位。咁我哋會要求發展商咧喺興建私人住宅嘅同時，提供小部分嘅樓面面積咧做社福設施嘅用途嘅。咁由於呢一幅土地咧係位處好成熟嘅住宅社區啦，周邊嘅設施配套係齊全，亦都鄰近何文田嘅港鐵站，所以我相信咧係會受到市場嘅歡迎嘅。除咗政府賣地之外咧，今季其他住宅用地嘅來源呢，係分別包括港鐵公司將會推出屯門第16區站第2期嘅項目，預計可以提供大約5510個單位。另外，市區重建局卑利街浙江街發展項目招標，預計可以提供大約1220個單位。至於現有私人土地發展同埋重建項目方面呢，我哋暫時預計呢一個季度有3個項目會完成地契修訂嘅程序，合共可以提供90個單位。各個來源加埋，今年嘅第二季度嘅私人房屋土地供應呢，預計可以支持興建大約11190個單位嘅。第一同埋第二季度加埋起嚟呢，我哋今個年度嘅上半年嘅私人房屋土地供應呢，預計合共可以提供大約12430個單位，非常接近今個財政年度嘅供應目標。我哋嘅目標係12600個單位嘅。